我市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進展順利。熱心人士捐資助學，奉獻愛心，資助11戶困難環衛工人嘅18名子女繼續學業，直至大學畢業。你好，觀眾朋友，今日係7月17號星期二，歡迎收睇台山新聞。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近年嚟，我市不斷強化重大工程項目建設對經濟發展嘅帶動作用，提出以大項目帶動經濟大發展嘅戰略。經過全市上下嘅共同努力，我市嘅大項目戰略取得顯著成效。一批重大工程項目嘅落戶同開工建設，為我市加速發展打下咗堅實基礎。近年嚟，隨住我市大項目帶動戰略嘅不斷實施，台山核電、台山電廠、川島風電、香港惰性物料填海工程、再生資源工業園等一大批重大工程項目嘅先後落戶同開工建設，為我市嘅經濟發展注入咗強勁嘅發展後勁。特別係直購電試點政策嘅順利實施，大大增強咗我市嘅影響力同對大型投資項目嘅吸引力。目前幾個特大型項目中，台山電廠1期工程5台機組已經全部建成投產，香港惰性拆建物料填海工程已經喺7月4號開始接收拆建物料，台山核電預徵地基本完成，依家正加緊向國家發改委申請開展3通1平工作。川島風電場已經被列入省2007年重點建設前期預備項目計劃，力爭今年底正式開工。上下川島聯網供電工程已經列入省2007年電網基本建設投資計劃，今年將開展線路建設，並計劃於2008年嘅年底投產。與此同時，我市喺大項目引進方面都取得咗突破。今年上半年已經有廣東富華重工部件、佛山建龍台山工業產業園同深圳協盛隆五金塑膠製品等3家投資總額均超億元嘅大項目，相繼簽約落戶新寧民營科技園，並即將動工建設。其中，廣東富華重工部件項目總投資額達16億元，首期投資就達5億元。喺江門市20幾個超10億元以上在建或洽談嘅重大項目當中，台山佔咗6個。呢啲項目嘅投資總額合計為557億元。今後，市委市政府將繼續實行市領導班子包掛項目制度，充分發揮市領導嘅協調優勢，集中兵力，強力攻關，全力推動重大工程項目盡快落實同加速建設。除咗繼續推進台山核電、台山電廠2期、川島風電、川島聯網供電等重大工程項目，同做好香港惰性拆建物料填海工程嘅質量監督同後勤保障工作，確保填海工程順利進行之外，仲將重點做好深圳安托山高新科技園同管裝廠項目、再生資源工業園項目、香港漢斯能源等大項目嘅跟蹤落實工作，並全力以赴做好以簽約落戶新寧民營科技園嘅廣東富華重工部件等3個大項目嘅上馬建設有關工作。捐資助學，奉獻愛心。陳慧平、劉卓榮、林建新、關活明等熱心人士慷慨解囊，捐資支持市環衛處11戶困難工人嘅18名子女繼續學業。受資助嘅11戶困難環衛工人大多數都係單親家庭，月收入微薄，既要維持生活，又要供仔女讀書，十分艱苦。澳門實業家陳慧平同劉卓榮、林建新、關活明等我市民營企業家了解情況之後，紛紛慷慨解囊，奉獻愛心，資助呢啲貧困家庭子女繼續學業，直到佢哋大學畢業。受資助嘅18名學生，年齡最細嘅只有7歲，最大嘅18歲，大部分都係小學生。市城市管理局局長劉榮賜對企業家們嘅無私奉獻表示衷心嘅感謝，並叮囑受資助學生唔好辜負善長仁翁嘅無限愛心同殷切期盼，要將佢哋嘅愛心化作自我激勵嘅源泉同動力，刻苦學習，以優異嘅成績回報社會。市婦幼保健院婦幼股股長專管醫師陳慧玲喺婦幼保健領域默默耕耘，為僑鄉廣大婦女兒童嘅健康作出咗貢獻。近日被評為省實施婦女兒童發展規劃先進個人。陳慧玲長期從事婦幼保健工作，一直工作喺第一線。
市婦幼保健院婦幼股除咗要承擔常規嘅醫療任務之外，仲承擔住指導全市各級醫院、衛生院初級保健、創建愛嬰醫院、3網監測、艾滋病母嬰傳播阻斷同婦女兒童兩個發展規劃嘅實施等多項工作。從2001年至今，陳慧玲同同事每年都要用1/3以上嘅時間到市內各基層衛生院檢查督導產科質量同產科建設，開展調研同社區健康教育工作。佢仲經常帶領相關醫務人員到農村、海島、山區開展以防癌為主嘅免費婦科病普查普治，深受農村婦女嘅歡迎。為咗揸好集體兒童同散居兒童嘅體檢、體格發育評價以及對體弱兒嘅管理，陳慧玲每年都要花唔少嘅時間組織全市幼兒園對7歲以下嘅兒童開展體檢同數據錄入分析工作，初步建立起我市兒童體質數據庫，為我市兒童保健研究工作提供咗可靠嘅數據支撐。主要就係按照7歲以下兒童嘅體檢，就係體檢完咗以後呢，就按照個體重啊、身高啊，試入嗰個兒童保健電腦呢，咁就一項一項進行評價，主要係營養評價呢。咁有啲評出嚟營養不良啊，咁我哋根據佢嘅情況呢，就反饋俾啲家長同埋幼兒園。目前我市喺實施廣東省婦女兒童發展規劃中期目標達標監測嘅評估中，婦幼衛生保健15項嘅評估指標已經達標12項。針對規劃中嘅重點難點同實施過程中遇到嘅困難同不足，為咗按時完成省2個規劃目標要求，陳慧玲積極爭取政府同有關部門嘅支持。喺市衛生部門嘅支持下，佢組織各類相關培訓。其中每年培訓幼兒園、托兒所保健人員1次，培訓基層產科醫護人員100幾人次，並深入工廠企事業單位對女工開展婦幼保健知識教育講座活動，促進咗我市婦幼保健事業各項指標全面提升。近期，市消防大隊同市教育局對台城地區嘅20幾家幼兒園嘅消防安全情況進行咗專項檢查。針對檢查中發現嘅問題，督促相關幼兒園利用假期嘅時間進行整改。從檢查情況睇，目前台城地區20幾家幼兒園中，只有市一幼、僑雅幼兒園同城北幼兒園依法辦理咗消防報建並通過咗驗收合格手續。其他幼兒園普遍存在比較大嘅消防隱患，例如多數教室同睡房只有一個安全出口，睡房同教室撈埋喺一齊。教室同睡房門闊唔到1.2米，疏散通道被雜物堵塞或者佔用，疏散指示燈同應急燈配置不足或者已經損壞，消防傘系統管道過細而且冇盤捲水帶形同虛設，園內亂拉亂搭電線突出，仲存在人員未經消防培訓、冇消防制度同檔案預案等問題。喺琴日舉辦嘅台城地區幼兒園負責人消防整改同培訓會議上，消防人員分別將各幼兒園嘅消防隱患同整改建議措施作咗說明，要求各相關幼兒園限期整改。記者了解到，近期市消防大隊同市教育局仲將對全市嘅其他幼兒園開展專項檢查，並喺新學年開學前將對全市相關幼兒園整改情況進行檢查，對問題突出而且消極整改嘅，將取消其辦學資格。觀眾朋友，呢度係廣州黃埔軍事訓練基地，我市首批參加今年暑期夏令營嘅600幾名青少年已經聚集喺呢度，準備進行為期3日嘅軍事訓練生活。據了解，報名參加今年暑假體驗教育夏令營活動嘅學生共有1800幾人，比舊年增加咗1倍，達到歷年之最。記者喺採訪中了解到，大多數學生係想體驗一下軍營生活，主動報名參加。活動分3期進行，每期3日。第1期從琴日開始，活動包括軍事體能訓練、自理體驗以及勞動技能體驗。雖然天氣炎熱，但係教官要求嚴格。唔到1個上晝，學生們就訓練得似模似樣，集隊迅速、立正、睇齊等動作緊湊整齊。自己上嚟啊，我家長都好同意咯。咁嚟到呢度見到咁曬咧，其實驚唔驚啊？心情點樣？都
唔係幾驚啫，因為咧我想鍛鍊下自己咯。我覺得都比較辛苦啊，流好多汗。有關人士表示，依家獨生子女嘅家庭越嚟越多，家長對子女過分溺愛，使到細路仔容易養成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等不良嘅習慣，生活自理能力差，唔利於佢哋嘅成長。參加咁樣嘅體驗教育活動，唔單止能夠鍛鍊佢哋吃苦耐勞嘅精神，仲能夠培養佢哋團隊合作嘅意識。今日嘅新聞就播送到呢一度，多謝收睇，再會。